也那因为劳资纠纷，真侪届毋是检车帮，就是停驶的台中市公车业者苏宏客运，即马风声讲因要收起来袂做啊。台中市的交通局是表示，目前是也未收到业者要停业的申请。因为这间公司有经营13条路线，若是真正因袂做啊，即马市府就会协调其他业者来代替。民众来车牌啊等车，苦等都是等无平常时啊坐公车。伊要坐的路线是由苏宏公司经营，即马已经由其他业者来驶，不过车帮是减真济。假如说他班次减少，那我们就比较不方便啦。台中市公车业者苏宏公司因为经营失败，欠员工薪水，引发劳资的纠纷。从9月初开始，都小连续向停驶。10月份，佫出现罢工的情形。袂少司机讲，公司甲每个月薪水分做2届来发，不过煞敢若摕到基本薪水。另外一半的绩效变动奖金是一直咧拖，至少有个半月无摕到薪水，然后大部分的司机选择离职。到月底的话，几乎没剩几个，应该是个位数了。就是大家会有贷款跟学费啊那些等等必要支出的压力在。都是师傅拖累他了，他才会积欠我们啦，就大部分都是这些问题而已。因那苏宏公司的停车场，因为无纳租金嘛去互断水断电，大部分的车拢无发车。原地经营的13条路线已经全部由其他业者来驶。台中市府表示，目前的运量差不多175成，因那业者到今是拢无提出停业的申请，已经启动收回路权。劳资双方嘛伫咧初7搁一届调解。因各业者皆面临能力不足，故需调配部分原有的路线驾驶人力来支援部分运能，故目前交通局课正办理收回公车路线经营权之行政程序。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将视调解结果，提供劳方必要的协助，以保障劳工权益。台中市劳工局表示，目前有66个人申请劳资争议调解，劳资双方初步达成共识，会进一步讨论工资甲遣散费。到初1晚5点，苏宏公司拢也无任何对外说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